Hello， 大家好，又係 Doris 啊。講起考試，相信大家都知道每一個科目作答時間都至少個幾兩個鐘啊。長時間咁 hold 住支筆喺度寫字，難免手腕都會冤痛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去放鬆翻呢組肌肉，從而令到我哋可以考試嘅時候更加得心應手，越寫越順嘅。好，我哋示範下。首先將個手指公放喺我哋嘅掌心位，另外用4隻手指包住佢手指公。留意翻拳頭同埋嘅前臂係要同一條直線出去。呼氣嘅時候慢慢下壓嘅拳頭。嗱，呢個時候會感受得到由個虎口位去到手腕上端呢個地方有拉伸嘅感覺。維持大概15至到20秒左右，然後慢慢放鬆翻嚟。而家我用另外一邊手做多一個示範先。首先手指公放喺個掌心，4個手指包住個手指公。然後呼氣嘅時候慢慢下壓嘅拳頭。如果覺得拉伸嘅感覺唔夠強烈嘅話，我哋可以用另外一邊手，然後包住我哋嘅拳頭，幫手下壓佢嘅。呢個感覺會稍為強烈，維持翻15至到20秒左右啦。3、2、1，慢慢放鬆翻嚟。喺考試嘅過程之中，如果你覺得手腕開始脹痛嘅話，不妨花15秒時間去做下。咁如果有時間嘅話，可以做多2-3組嘅。咁希望大家考試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寫到自己心目中理想嘅答案啦。下次再見，拜拜。